Hello，大家好，我係天 Sir。今日拍呢段影片咧，主要係想回應翻一位網友嘅提問。咁今日咧7點鐘咧就收到一個Messenger，咁佢就係話我天 Sir，我睇咗你嘅直播，多謝你嘅努力。但係我對你所講嘅先定後靜再思考有少少意見。咁係咩意見呢？就係天 Sir，你會唔會係過分地運用咗頭腦而忘記咗內心當下嘅力量？因為每一個人嘅內心應該有足夠嘅力量同埋智慧以及資源去處理所有嘅問題。明白。即係首先多謝呢位網友嘅提出嘅一個疑問或者係意見啦。或者容許我再解釋多少少咩叫做先定後靜再思考呢？其實我喺我而家嘅催眠課堂，或者係之前搞嘅21日靈性課程，定係而家嗰啲直播，我都會經常講呢個概念。我認為呢個概念非常非常重要。點解咁重要？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可能而家學咗好多唔同嘅心靈工具，包括傳統嘅輔導啦，可能一啲催眠唔同嘅宗教或者係身心靈嘅模式。咁都好講，我哋要聆聽自己內在嘅聲音，去尋找自己。但係問題嚟啦，首先尋找自己係點？有機會再開 topic 分享。但係我哋所謂嘅揾內在嘅聲音，到底係咩一回事呢？我都好同意呢位網友嘅講法，就係其實我哋嘅內心咧係有足夠嘅資源能力去幫我哋去解決問題。不過，有陣時我哋點樣可以去分清呢一個真係我哋嘅內在嘅聲音？就好似基督徒講嘅呢個係聖靈嘅帶領，我哋點樣分清呢個係聖靈而唔係魔鬼呢？咁我哋將宗教嘅元素撇除之後，我哋點樣去分辨到底呢一個係我內心嘅聲音定係噪音先？我個人認為，無論係同人溝通定係同自己溝通，第一件事我哋都要學習聆聽。點先至可以聆聽呢？就係我哋能唔能夠定落嚟先。就好似彷彿我哋同一個人面對面坐喺度講嘢，咁對方同我傾緊偈，我如果內心就掛住今日香港01新聞講咩呢？復仇者聯盟5好似話古天樂有份做喎，我都唔能夠靜落嚟，我點聽到對方講嘢呢？更何況係自己，因為我哋去理解別人好難，但其實理解自己都好難，尤其是係當我哋隨住年齡越嚟越大，我哋經歷嘅事情越嚟越多嘅時候，我哋其實我哋嘅自我好大，我哋好多時咧會憑我哋一啲可能好表面嘅嘢就去判斷好多嘢。例如就好似有一啲朋友，我覺得我決定咗係要買車，咁買車唔係問題，但係你冇錢去買車係問題啊嘛。咁但係總有一啲朋友係衝動得好緊要，就係我諗過度過，我一定要買咗佢，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承受得起，我覺得我唔係咁窮。但係實際上可能昨日佢先至講完覺得自己好窮，但係今日可能有一啲嘅感覺一出現咗，我就覺得呢個就係我內心嘅感動啦。當然佢哋未必用呢啲字眼啦。咁好衝動做咗一件事，但係你做嗰陣時咧，你覺得自己係深思熟慮咗噶嘛？你覺得自己係有晒足夠嘅條件同理由。咁先定後靜再思考，其實就係盡量避免有呢一啲事情發生，同埋其實我覺得唔好聽到思考兩個字咧，就覺得係呢個一定好邏輯啊，呢啲唔心靈啊，呢個人其實唔關事。我覺得反而就係因為你有定咗落嚟，再去靜，先至再思考，先至係真正依賴心靈嘅力量。你諗下，上天造人，我哋每一個人其實有我哋嘅邏輯思維，有腦袋，有心靈。其實會唔會係兩者應該學習互相協作應用，而唔係二選其一呢？如果我哋一定要逼自己二選其一，我哋可能又唔覺意跌咗落虛假二分㗎咯喎。咩叫虛假二分呢？有機會即係我又再拍多段影片講下。如果你要上咗我嘅堂嘅同學就知啦。簡單啲講就係會跌咗落一個非黑即白非黑即白。咁我哋如果去將我哋嘅頭腦邏輯抌開，只剩低感覺嘅話，其實係危險嘅喎。你諗下，
如果你以往就係依賴呢一種嘅模式去做，你就彷彿好似賭緊大細。當然，你可能以前用呢個方式10件事入面咧10樣都冇問題，咁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不嬲都係冇經過先定後證再去思考，而就已經好快速憑感覺去決定一件事，可能你只要有一次輸得好緊要，或者你認為做咗一個決定係令到你產生好大嘅遺憾，你唔單止係嗰件事對你有影響，對你最大嘅影響可能會係從此你會質疑你自己，呢個先係大問題。當一個人咧，咦，我有冇開咪咧？有。當一個人開始質疑自己嘅時候咧，其實以後咧好多時候就冇晒 energy， 咁呢個先係大問題。所以我喺度講嘅先定後證再思考，並非去我哋一定要邏輯，然後就唔理心靈嗰 part， 唔係。亦都有啲同學誤會咗我咧，Tim Sir你咁邏輯執行力咁強，你係咪冇定落嚟去為自己好好咁樣咩？問過自己內心世界嗱，我好努力咁樣去研習心靈嘅嘢，甚至乎其實我係會去一啲10日唔俾講嘢嘅禁語嘅，我可以坐喺度咧，完全唔講嘢，我係完全唔講嘢去靜修、去冥想、去靈修等等，我係 OK 嘅。只不過我有時拍影片同教學，我一定要即係好嗰啲叫咩？好棒咁樣去講嘢，好似好多技巧性嘅嘢。咁係因為我要演繹出嚟，我又未去到禪宗嗰啲大師拈花微笑，即係你行埋嚟，我卜你個頭一下，跟住就令到你可以哇！我諗到啲嘢，我未得啊，我真係唔得啊。咁所以先定後證再思考，其實某程度上係希望大家包括我能夠先有寧定自己。控制自己內心氣氛嘅能力先。當你控制到內心氣氛嘅能力開始有啦，其實你對自己咧嘅內在嗰個能量咧，其實你都會提升嘅。你會冇咁容易俾一啲外間嘅情緒牽住走。所以當你定到落嚟，跟住你先至會靜嘅。如果唔係，你有冇試過？你就一定要安靜，我一定要靜，我要靜，但係我定唔到落嚟啊！我靜唔到，係咪試過？咁你都靜唔到落嚟，你之後仲要冇經過思考，你嘅決定又點會係 OK 呢？咁所以呢個方式係俾大家買呢個保險嘅啫，好冇？係啦，我嘅分享就嚟到呢度。最後咧，俾我少少時間買廣告。嚟緊我有一個叫做催眠 BB 班，咁就有大約12段嘅影片課堂，2年內無限重溫，而且咧頭半年我哋仲會有一個 WhatsApp 嘅支援群組，你問我一定會盡快解答你嘅問題。我希望透過呢一個嘅催眠 BB 班，第一可以普及催眠，2可以洗去神秘催眠嘅面紗，唔係洗去面紗，佢揭開，應該咁樣形容。第3樣咧就係我希望可以邀請到大家喺11月份咧，我哋有一個大型嘅分享會。咁所以呢個影片課堂咧，除咗影片之外，你亦都會得到一張門票，一個非常有價值嘅門票。我哋將會喺某一間大學嘅會堂入邊舉辦一個第2屆嘅大型催眠分享會。咁希望到時咧，你都可以一齊參與。我保證你一定會學到更多，睇到更多嘅嘢，好冇？希望我哋大家一齊進步。多謝，記得 like share， 同埋有任何疑問都可以喺下邊留言。喺影片資訊欄會有我嘅聯絡方式。喺課堂見大家，拜拜。